感谢巨港 Metropolis 新闻的各位观众们，仍然和本人 Fiona Huang。作为华人每年的一项传统，清明节祭祖活动也称为清明，今年将于4月3日至5日举行。其中祭扫高峰预计出现在4月5日，届时将有数千名祭扫者前来参与。在庆祝完春节与元宵节之后，华人群体特别是三教信众将迎来清明节或者清明，即前往祖先墓地进行祭扫、清理墓园、焚香祭拜，并为已故先人祈福。今年的清明祭扫时间为4月3日至5日，预计祭扫高峰将出现在4月5日。虽然尚未进入正式祭扫期，但已有部分华人提前前往墓地进行相关仪式。在祭扫过程中，扫墓者会在墓上放置纸张，作为该墓已被祭拜过的标记。Sebetulnya pada zaman dulu itu di daratan Tiongkok itu kan setelah habis ziarah dia kasih kertas di atasnya melambangkan bahwa makam itu sudah dikunjungi. Jadi begitu lihat dari jauh, yang belum ada kertas itu berarti keluarganya belum datang. Sudah dihiasi. Ya. 清明节活动委员会成员展热侯先表示，今年预计将有数千名民众前来祭扫，其中既包括巨港本地居民，也有来自外地的华人。因此，为确保清明节祭扫活动的顺利进行，主办方已与警方及军方协调，加强现场安保工作。Tim Liputan PAL TV